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，新竹市长林志坚发出新竹县市条合体升级至第7都。今仔日记者会也讲到，新竹县市第二替台湾创造要到2000亿的税收，却因为制度的关系，税款的分配拢比别人更较少。若准县市合并成做第7都，就更较侪资源来建设。这个想法，新竹县长杨文科也真赞成。根据地方制度法规定，人口要有125万人的条件，才有资格升格直辖市。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，新竹虽然户籍人数确实无够，不过实际住在大新竹的人口有120万人，而且县市的民众拢真期待大新竹未来的发展。其实在新竹县市生活的居民都知道，其实我们的外来人口非常的多哦。民国71年。县市分家历史的一个小插曲哦。那么40年后，明年就是刚好40年。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市民县民高度的共识之下，那更乐见杨文科县长和我一样，不分蓝绿，都想要来推动县市合并升格为直辖市。新竹县长杨文科也表示，新竹的科技产业在台湾占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也真欢喜县市有重视，希望中央会使甲升格直辖市的人口数降至100万人。想法一致，我们就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。那同时，我想我也要立即的来邀集林市长跟新竹地区的朝野的立委，我们一起来坐下来讨论。怎么样让修法的速度可以加快？目前新竹市人口45万2000多人，再加上新竹县的57万3000多人，县市总人口102万6000多人。若是要升做第7个直辖市，阁有真大的空间。若无要修法，县市就合并，以上的效益可能有限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